大家好，嚟到我賽馬 channel，嚟緊3月30號星期日啦，咁啊沙田咧就有10場賽事啦，咁啊頭場開跑時間係中午12點45分，咁啊用呢個 A+3欄嘅，咁啊有2場級制賽啦，咁啊有第5場嘅主席錦標啦，咁啊1哩，咁啊2級賽啦，另外就第7場啦短途錦標。咁啊跑1200，亦都係2級賽。咁啊有2場級制賽咧，咁亦都睇咗全日咧嗰啲場合咧，好似都多自己唔係好揀得上手，即係有心水。咁睇下咧就揀咗咧有2場咧都係睇啱周俊樂周同學啊。咁啊睇啱佢嗰2場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傾一傾嘅。咁啊睇心水邊之前咧，咁啊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 channel 啦。咁同埋另外俾 like 俾讚啦，多多支持啦。撳埋鐘仔有新片亦都可以即刻通知到大家。咁事不宜遲，睇到我揀咗嗰2場咧，同大家分享咗先。咁啊想睇第5場主席錦標1600呢一場2級賽。咁啊睇落去咧呢場啦有對美麗喺度啦，咁啊但係咧似乎呢對美麗咧近期咧都得個近字嘅喎，咁啊水準似乎一般般啦，咁啊亦都睇好多咧其他嘅對手咧，咁啊新勝馬啦，譬如話隻10號啦智取神區啦，咁啊谷草啦，咁啊過嚟田草今次咧有啲挑戰喎嚇，咁啊另外仲有陽光勇士啦，呢都係啱啱新勝嘅馬喺呢一場裏邊，咁但係睇落去咧似乎咧。好多對手又係近期都係一般咧，個範圍似乎唔係好闊咁啊揀呢場睇睇佢啊，咁啊睇咧，咁啊第一隻咧中意咧就12號咧陽光勇士，咁啊陽光勇士咧睇翻咧，其實呢隻馬咧。暫時未出現過級制賽啦，今次就上嚟挑戰啦。咁啊睇翻咧，其實呢隻馬咧見上季咧一路咧班德禮啦有啲古仔喎，咁啊班德禮跟開噶嘛，咁啊亦都兩 win 喎，經由嘅班德禮經手，咁都一路佢跟都騎得唔錯。咁啊但係咧跟住咧見咧似乎咧睇翻啲資料咧，哇唔係喎，原來話班德禮咧搏失咗一場之後咧嗰場鬧教啲啦，咁啊出閘呢有問題，之後再出搏輸啦，咁啊結果咧嗰場之後咧。再出咧就換阿周俊樂第一次揾阿周俊樂，周俊樂嗰場就保中咗啊！咁好啦，嗰場保中咗之後咧，咁啊見隻馬咯，上季其實都準啦啲爆發力都強。咁啊今季咧再睇咧一路咧都未增程嘅喎，見因為咧連馬師咧即係見阿輝哥都有講過，喂隻馬姜口都比較敏感，咁啊亦都費事咁快增程住。咁啊而家踏入咗5歲啦，近期咧亦都見啦開始啦一路咧。都喺1哩嗰度發展啦，亦都咧越跑越唔錯喎。咁其中咧上一次咧511嗰一場咧，基本上咧嗰個走勢亦都係真係咧更加鋭啊。咁所以咧今次似乎上嚟挑戰個級制賽咧，亦都真係可以有得搏一搏佢喎。咁睇翻咧上一次頭先講嗰場贏得即係贏得輕鬆啦，當然2班對手啦。咁亦都不妨咧睇翻嗰場咧佢跑成點先。陽光勇士呢一場咧就2號排過1檔嘅，咁慘藍間3啦，慘冇呢一隻啦2號啦，咁就布文騎嘅呢一場咁排過1檔基本上一路沿欄咧都係即係貼住個內欄走啦，咁亦都沿途咧嗰個走勢都順暢，咁見咧最主要啦，咁頭先講啦，哇佢贏嗰個姿態唔錯喎，咁其實入直路咧見布文咧入直路彎嘅時候慢慢移出嚟咧，其實都係撳住咁基本上咧前面啦啲馬都一路要加速啦，佢都真係咧定個台油。咁亦都見啦，其實咧頭先講啦，前面亦都好多馬要開始真係要發力咧。其實咧，稍為咧見隻陽光勇士即係俾少少提示布文即係推一推已經咧隻馬執住個頭咧，已經即係其實自己都一路咧已經係個加速力咧好強。咁當然啦，其實咧陽光勇士都講啦，不嬲啦即係近呢2季睇咧嗰個加速咧亦都係好強嘅。咁見啦嗱呢一場咧好輕鬆啦，咁張浩又冇事嗰啲咁嘅馬咧即係掟甩咗㗎啦。咁好啦，呢一場之後咧，今次咧頭先講上嚟咧走嚟跑呢個主席錦標啦1哩啦，亦都係近期叫強項啊。咁真係第一次挑戰咧呢個級制賽。咁點解睇啱佢咧？嗱咁2次都係布文跟啦。咁今次咧同場布文咧，見佢似乎都應該咧揀翻自己近期啦跟開另外禪聖輝煌啊。咁雖然唔係佢騎翻，唔係布文咁，但係咧穩咧頭先亦都講過啦，即係陽光勇士嗰個情況咁係邊個保重咧？邊個一路同佢即係講不得禮之後換人就係換阿周俊樂。咁今次咧雖然唔係布文，但係亦都係周俊樂咧跟翻咧呢隻馬我相信咧亦都係鬥志，亦都真係唔錯。如果係咁樣嘅話，咁頭先講啦亦都咧呢一場啦。主席錦標啦除咗獎金啦另外本身咧第一次嘅挑戰級制賽啦，對手而且咧，我覺得都係平均嘅啫。咁佢係有權咧係可以挑戰下。咁排個檔亦都唔差咧。咁所以陽光勇士咧，我就覺得咧呢場咧主席錦標第一隻咧，我捧場睇下周同學周俊樂可唔可以咧
幫呢隻馬咧，亦都第一贏到梗係好啦，挑戰埋呢個級制賽，咁睇下隻陽光勇士可唔可以即係更進一步啊！咁所以第一隻咧，我揀咗咧呢一場12號陽光勇士先。咁再睇落去咧，另外一隻咧，其實近期咧佢都準嘅喎，隻安請喎隻安請咧，其實睇翻咧。雖然啦，一里又唔知佢會唔會短啲啦，咁但係咧見咧其實佢一路1800、2000、2400不停轉唔同嘅路程咧，亦都咧跑得唔錯，即係近期嗰個狀態水準咧，即係而家係應該係絕對係可以咧喺唔同嘅途程啦。咁佢既然適合嘅，亦都可以搏，而且咧田泰安喎，咁田泰安咧呢一隻其實比咧係佢咧真係人馬比較合拍喎，相對咁所以咧繼續揾翻田泰安咧，我覺得又似乎好過揾其他騎師呢隻馬佢跟開啦亦都佢騎得真係唔錯嘅話咧，即係安請喺呢一場咧頭先講咧對手唔多，而且佢跑法咧喺呢一場亦都有啲着數，因為似乎咧個步速都比較平均咧，咁所以安請咧嗰個近績好咧，我覺得咧呢一隻咧要 keep 住佢啦。咁你第二隻睇埋佢先。咁另外啦，再睇落去咧，頭先講啦布文。咁講開隻陽光勇士咁近兩次佢跟開唔係喎，今次走嚟跟翻隻禪聖輝煌咧，咁亦都睇翻啦，禪聖輝煌近期啦呢兩場亦都係布文跟開嘅，咁揀翻呢隻亦都無可厚非啦。咁因為其實禪聖輝煌本身咧真係睇落去咧就成日都好似下風啲，但係咧次次咧都可以咧真係有啲突破喎。咁今次啦縮翻落嚟1600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啱晒佢嗰個路程，而且咧本身咧頭先亦都講咧佢本身比較機動，咁喺呢一場馬裏邊咧平均步速慢，因為佢放控制步速又得或者佢跟亦都可以。咁禪聖輝煌咧，我覺得亦都係咧要睇住佢。咁所以呢一場咧，如果第一隻咧我12號陽光勇士捧場捧周俊樂咁另外再第二隻睇落咧就5號安請夠準啦，近期非常之準成啦。咁另外咧4號禪聖輝煌跟埋呢一隻。咁呢場咧除咗呢3隻深水範圍之外咧，亦都組合範圍裏邊就睇唔到啲乜啦。咁主要咧係呢3隻。咁跟住再想睇下第8場4班1004呢一場。咁呢場睇落去咧，有跟開，譬如勁沙塵啦呢啲馬自己本身都跟開啦。咁但係今次排咗14檔咧，似乎又真係咧呢場因為睇落去嗰個步速似乎唔會話太快都比較平均，即係冇乜話真係特別。即係會可能搶得快個步速。如果係咁樣咧，話排14檔咧，勁沙塵可能被動啲。咁亦都啦，啱啱譬如跑近啲安都啦谷草轉過嚟啦，過嚟1004，我覺得可能睇睇先啦。南區之星又係似乎呢個檔排得外啲。左睇右睇之後咧，其實仲有另外一隻咧之前都有跟過咧，7號隻農民邊影咧，我又覺得咧今次咧其實有機會可以再即係跟到佢一次，因為點解咁講嗱？上一次雖然都冇嘢睇1002嗰場咧，點解上次跟咧1002嗰場覺得佢其實已經有啲追勢，嗰次係馬昆騎上一次跟佢就艾杜拿咯換咗，但係嗰場咧又係輸3個幾馬位，又係跑第7，但係原來上一場咧睇翻咧，其實佢就基本上咧即係冇乜點樣跑過直路，不妨咧睇翻490嗰場咧，睇睇個情況，然之後再講。農民邊影呢場咧就7號排過6檔嘅，粉紅藍格3呢隻啦，粉紅寶呢一隻，呢一場咧就艾杜拿騎嘅，見啦，見隻農民邊影一出閘啦，7號當然啦留一留先啦，因為亦都講其實之前咧跟佢咧1002嗰場見佢嗰個追勢好好，梗係留喺後邊鬥住先，睇下入直路睇下點樣同你哋追上嚟啦。今次增程上嚟1004，好啦，見呢一路咧其實咧走2碟啦，亦都有遮擋喎。呢一場咧本身咧其實嗰個早段個走勢咧都 OK 嘅，反而咧喺隔離咧見啦走內欄嘅開心宇宙喎，俾隻金將咧頂一頂佢啦。即係其實陣間亦都可以睇埋咧。隻開心宇宙咧呢一場咧其實亦都慘嘅。好啦，入直路啦，咁快去睇翻直路灣嗰度睇下個情況係點啊？入直路嘅時候好啦，見啦農民邊影喺呢個位置頭先講開心宇宙咧就喺呢一度，見嗌到入灣咧就俾兩邊提一提隻馬先，呢個位置有加速喎，上嚟啦喺呢度，但係咧見咧出邊咧。呢隻係乜嘢嚟咧？呢隻就肥仔威威喎，閃出閃入喎，阿巴度喎，好啦，閃出咗之後網空咗，其實本身應該打開咗個位嘅，但係咧，又閃翻埋咧，夾到，哇！你見嗌到嗱，成隻抽停咁滯，撳住個終點啦。頭先講啦，開心宇宙喺後邊咧，其實亦都受到個干擾。睇翻咧直鏡可能會清楚啲啦。其實究竟佢入直路灣嘅時候咧，呢一度啦，先講農民邊影啦，喺呢一個位置。見頭先講話巴度咧嗰隻肥仔威威喺出邊，艾杜拿喺度諗住網空喺度，叫閃開喎，哇正喎呢位打開，哇呢個位正啊，可以我嚟衝，哇點知咧頭先講巴度啫，肥仔威威喺呢度又對翻埋嚟，算啦，然之後咧亦都咧再
閃多一次埋嚟咧，就搞到咧其實咧。隻農民邊境見成條直路咧，基本上冇騎過。開心宇宙啊，走下走下出邊咧，亦都係撳住。咁所以咧呢場馬咧，如果咁樣睇咧，其實受到咁大嘅干擾咧，結果就隻風神啦出邊啦爆冷啊，咁啊衝晒。咁如果上一場咁嘅情況咧，其實今次咧睇翻啦，咁啊唔係艾杜娜咯，今次又揾阿周俊樂。咁啊亦都講啦，上場其實亦都冇跑過咧，今次排翻個4檔起步咧，再過嚟跑多次1400啦，即係再嚟。嚟多次同程咁啊，上場應該真係唔順氣啦，即係其實基本上都冇發揮過。咁亦都睇翻咧，同場頭先講嘅對手咧，都真係一般般啦。嗱呢隻咧側身咧，之前跟過一路跟咧，咁今次我覺得其實亦都可以俾多次機會睇多次。喂，上次根本就咁，咁啊今次究竟可以跑成點咧？咁啊上一場啊，亦都睇啱周俊樂啊，周同學嗰隻陽光勇士。咁呢隻農民邊影咧換咗佢咧，我亦都覺得可以再跟多一次。喺呢場咧，即係唔係話有啲咩太突出嘅對手咧，佢係反而有機會可以突擊嘅，即係可以今次可以睇下可唔可以見真章啦，上一場咁樣。因為頭先都講啦，另外一隻咧同場咧10號風神咧，其實上一場咁樣爆冷咧，亦都似乎咧係可能咧佢哋裏邊啊擠咗啊咁樣出邊咧，因為就係擠嗰一段咧過嚟過晒。咁所以咧隻農民邊影我第一隻咧睇咗佢先。咁另外一隻頭先都有提過啊，就係11號嗰隻開心宇宙咧。開心宇宙其實見得上一場啦，亦都有啲擠咗啦。咁其實咧前一場咧同場跑，即係走嚟跑1400咧，嗰場都跑得唔錯。咁睇翻咧，其實金城江騎嗰一場咧排7檔咧，沿途都走外碟嘅喎。亦都嗰一場嘅步速咧頭段一路都快嘅。咁其實翻到嚟咧跑到第6咧，輸2個幾馬位咧，其實上一場即係前一場呢一場講已經跑得真係唔錯。咁啊，所以咧見咧上一場咧先再啱啱咧再嚟跑1400。再嚟試多一次，咁啊排個3檔就奧爾文啦。咁但係頭先個情況亦都睇到啦嚇，即係佢基本上亦都冇乜點樣跑過。咁今次咧嗱個配搭咧講啦，金城江俾佢騎得唔錯嗰場，事實上睇過咧睇片啦，亦都真係發揮得唔錯喎金城江。咁啊今次亦都咧唔係，亦都係再重新揾翻金城江過嚟咧，再試多次，咁啊排個2檔嗱，咁咧今次呢一場頭先講嘅步速咧，未必話有前一次咧佢跑咁長，即係前段哇咁快，除得咁急咧。咁佢個跑法亦都有着數，而且排個檔咧亦都幫到佢手。咁所以隻開心宇宙咧，我覺得咧可以跟多次啊。再加上金城江啱啱3 win 喎，咁咩信心都翻晒嚟啦。咁繼續揾金城江啦。隻開心宇宙，我覺得咧呢隻可以再跟佢亦都係再跑1400。咁再睇落去啦，再揀啦，咁見啦1號啊，川河首區咧，咁個排檔亦都唔錯啊。咁其實咧落翻嚟4班咧，喺呢一紮對手裏邊咧，其實事實上佢有多少級數，亦都可能亦都排個檔，亦都有着數咧，亦都可以幫到佢。咁揾翻阿布文啦，揾翻布文即係都叫人馬組合啦。咁再揾阿布文落班，咁亦都有啲鬥志啦，睇佢。咁所以咧，隻川河首區，我覺得咧，亦都要留意住佢。呢一場啦，所以咧，如果第一隻咧首選啦7號啦，農民邊影咧呢隻跟一跟佢，睇下可唔可以咧，今次真係復卓睇下可以甚至乎贏到馬。再跟第二隻咧就11號啊，開心宇宙出自同一場啊，睇下今次可唔可以賺到啲檔位啊，亦都係金城江啊，再俾翻佢其他個發揮又會點樣？另外第3隻啦，再睇1號啦，川河首區咧拖翻佢。呢場咧3隻心水之後咧，就組合範圍裏邊睇唔到啲乜啦。主要係呢3隻先。好，咁今次嘅分享係咁多，祝大家贏多啲。記得大家咧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喎，俾 like 喎，俾讚喎，多多支持啊！下次再見，拜拜。